是为弟弟着想。而且呢，这一位山东的姑娘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发觉到自己的音色摆在对的地方，选择对的课，对的地方把它展现，对的地方。你一定要多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。你如果当一个领导者，你要知道你这一些伙伴在为你发表的这一些伙伴，他的特质在哪里，帮他摆在对的地方，这就对了。而且要从心下手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哥，你看一下他的梦想。